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9号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新增加267例本土病例，台北有70例，新北市129例。今仔开始全国拢提升到3级警戒。台病院传出一个干部室的同仁胃着病，嘛采检36个接触者，计共有10个人是阳性的反应。行政院公布感性实名系统，只要用手机扫点击 QR code 发送感性5秒钟，就会使完成实名制。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8例境外病例，267例本土病例，年纪是对5岁到80外岁拢有，其中台北有70例，新北市有129例。因为已经拖到过半的县市，所以今仔开始全国拢提升到3级警戒。另外，大约有40万剂的 AZ 疫苗，下晡4点会送到台湾。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我们新增的275例 COVID-19 的确诊，那267例是本土，那8例境外移入。新北市129例。那这边有综合区，新北市里面综合区有26例，那其次为台北市的70例，那以万华区31例，彰化县28例，桃园市16例，高雄市8例，台中市5例，基隆市4例，宜兰县3例，台南市及新竹市各2例。那我们有新增的一个台南市那县市别也超过了1半，所以在指挥中心我们要宣布，那从今天起，我们要提升全国3级警戒，为能够让全国的各种的标准一致，能够一体执行，所以我每天要召开全国的防疫会议，大家所关心的。大概这一次我们是从 COVAX 所获配的40万剂，40万点400剂。那在台湾的时间清晨大概是3点钟从阿姆斯特丹起飞，那今天下午等一下3点44分会到达。疫情严重对于新北市的医疗系统是真大的挑战。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讲要停用旅馆来收轻症甲无症头的确诊者，明仔载就使启用，嘛要新增加3个社区的体检站。台北市长郭文德暂时要求大型的病院成立防疫专责的病房，目标是急诊一般病床数量的1/10。视察防疫旅馆相关的设施敢有较全，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停用旅馆拢总183间房间，要加做专职收治轻症，也有无症状的确诊者，而且会派医疗团队来进驻。5月20就会当启用，希望会当减轻新北市医疗的负担，也有压力，让重症的患者会当留伫病院接受治疗，而且嘛新增加3个社区的体检站。除了我们17家责任医院有筛检站以外，我们的社区筛检站成立3个。一个是永和更新、土城，还有乐生3个，认为有一些疑虑的，都可以到这3个筛检站来做筛检。侯友宜强调讲，新北市的防疫旅馆有够用，也可会当支援其他的县市。也若旅馆的停用，会随时来检讨，而且做调整。台北市长郭文德18下行政命令，要求台北市大型的病院都要成立专职防疫病房，或者是提供部分的医护人员，和市府统一来调度去检疫所，或者是防疫旅馆。19透早伫防疫会议顶悬决定讲，区辖区以上的病院专职防疫病房的数量，要以急性一般病床数1/10为目标。现在目前开放床数有了，然后那个扩张计划就是我们来决定说谁要再扩张。今天汇报给区域级3医院，请他们以急需安病床1/10为目标，规划为专责病房，先提出规划方案，包括楼层、病房跟床号，至少1周内先提出来他们的规划方案。即卖疫情真严重，本土病例一直咧升悬，湘北医疗的能量面临着上大的考验。湘北市府唔敢大意，会以谨慎甲顶进的态度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早起台大病院传出讲有一个公务室的同仁曾发烧采检，确定讲胃着病。目前嘛采检30来个接触者，已经有10个人是阳性的反应。台大病院嘛宣布讲要先暂停所有的手术，望讲48点钟内底会使来完成专业同仁的体检哦。台大目前嘛有收100多位确诊者，病院嘛呼吁民众，若属实轻症，就唔通过来台大咯。上报本土确诊病例增加真紧，台大病院已经收治超过100例确诊患者。就在病院量能紧张的同时，台大病院一位干部室员工在被出现发烧的症状，马上做 PCR 的检验，当日下晡确认是阳性，院方马上通知全办公室的员工接受采检。目前36人已经采检完，各做隔离，总共有10个人是阳性。那很不幸的，在这36名跟他有接触的同仁当中，我们筛选出来有10名是阳性。那这10名阳性的，我们就收住院。那另外这些跟他有密切接触的，虽然不是阳性，我们也都把他做隔离，然后再观察14天。干部室办公室伫东址地下3楼，平常时负责修理业务。院方去考虑到顶礼拜5。调查其他有卡车园区做环境的采检，加强消毒。所以19开始，台大宣布马上暂停所有常规手术，新病人入院加做门诊拢要降载。佮请毋是紧急病人延期就诊，也要进行全院差不多是6700名员工的普胎，希望48小时来完成。我们希望在48小时内能够筛检完成，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分仓分流，有些同仁并没有来上班，那另外是有一些3班制的，但是他等到来上班的时候，我们会确定他筛选与阴性的时候，我们才会让他来上班。根据院方了解，10位确诊的员工当中，有人有放假地区卡车，按过医院爱做疫调，按过初步判断并是院内群组感染的情形。台大也呼吁民众确实有相关新冠肺炎轻症症状，请到其他病院体检。按算接受确诊及重症患者，会将医疗量能资源染疫的员工，希望用上短时间守住台大病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高等法院表示，讲有一个法警快速体检是阳性的，卫生单位通知了后，已经先隔离。法院相关的人员嘛，依照接触的程度，有的是居家隔离，有的是自主健康管理。之前有一个胃着病律师哦，伊捌去高等法院开庭，高院即马又有一个法警采检是阳性的反应，因为这个法警甲高院的法警当然有真侪接触，嘛捌去新北地方法院甲3个法警做伙食饭哦，所以这高院的法警都有新北地方法院的法警，嘛拢开始自主健康管理了。再来看台南的溪北地区，洪城讲有一个妇人人胃着病，台南市长黄伟第是表示还未证实，也毋过环境已经先消毒了。阁有之前自强号117处的确诊案例哦，第2车厢到目前只有3个人来体检。台南市下晡嘛，阁会来设第2个社区的体检站，呼吁有接触过的民众爱赶紧来体检。台南溪北地区有风声讲，一个妇人人因为住北部的厝内人要落南甲探视，致使这个妇人人身体无爽快，去诊所予医生看，结果竟然有10几台救护车甲诊所的人员拢载去体检，环保局佮出动人员到场消毒，互当地民众是真惊吓。诊所伊家己感觉讲怪了，伊家己怎去采检啊？人咧拢无啥物咧救护车，网络拢黑白共写讲即摆咧救护车咧大圣站，其实拢无影啦，嘛毋是真正咧确诊啦。我有甲因广播甲因讲这真疫情的关系啦。啊，希望咱遮个人莫无代志出来安尼爬走啦。不管有没有确诊，只要我们怀疑，我们就会清消。所以清消是没有时间落后的。另外，全国学校停课该锁定教学，有未少家庭就考虑把囡仔送去予阿公阿嬷照顾。台南市卫生局正就呼吁民众，暂时都应该避免刷动。在这个时刻，我们都希望所有的人，包含北部、中部、南部，暂时都不要做不必要的移动，最好是连在家里面避免不必要的集会、不必要的移动。若为着防堵疫情，伫社区拓开，台南市第2站社区体检站，19下晡2点伫新营卫生所启用，下晡2点至4点接受特定对象前往体检，包括14座自强号117车厝第2车厢的旅客，佮有车爸捌去咸水母庙后壁福安市的民众会当代先做体检。记者综合报道。
除了上北市，彰化嘛是重灾区。彰化县长王惠美嘛宣布讲，溪湖、埔心、佮永靖是重灾区哦。另外呢，进出就爱管制。陆军第10军团的化学兵会进驻到这3个乡镇，专门来大消毒。彰化的葡萄乡的团部人哦，行踪大多数嘛是拢伫彰化溪湖附近。县政府的卫生局嘛赶紧针对溪湖附近的7、8里民众来做体检。化学兵穿好防疫装备，伫彰化溪湖的街仔路全面大消毒，任何所在拢唔放过。彰化县长王惠美也来到现场，除了为国军加油，伊也真烦恼疫情会阁拖开，因为根据彰化县卫生局10日公布，彰化葡萄乡的传播链第1阶段发现22个人确诊，而且因阁是同一个歌唱班的成员。王惠美也要求要提悬警戒。真的是24小时没分这个离个暗，我们就是一直在做我们的快筛站。今天刚成立在西湖这边，然后之前我们的快筛的一个量能一天都达到1000多的一个这个量能哦，就是希望说尽速把有疑虑的民众快点围堵起来。县府表示，确诊者活动行踪走遍溪湖、埔心甲延前3个乡镇，唔拿列做重灾区，也实施人流管制。若伫溪湖的一间宫庙，县府也赶紧伫当地设体检站，一日早起就7、8里上千人前往体检。我们是没有怎样，只是说有确诊者，本来就是反双的啦。确诊者不你要2米嘛，不大家惊啊，无来检验就袂使啊。因为这个确诊患者拢是同一个歌唱班的成员，或者是老师，当地居民虽然拢真配合，秩序也真好，不过彰化已经接力，民众就要提悬警戒，避免防疫空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午台北市网咖有一个胃着病的查某人，因为家属找无人，消防局去救人，就发现讲已经倒伫厝里，送医不治。传出讲伊是去台安病院体检确诊，也毋过病院却无收医住院。台安病院早起是表示讲，病院负责采检后续拢是台北市卫生局去通知的。当初伫咧采检的时阵哦，这个查某人嘛无需要住院。确诊案例因公离离住伫网咖60多岁女性伫处理死亡的事件引起各界关心。外界嘛传出，伊到台安病院检验确诊了后，病院是无来收治的状况。面对外界质疑，台安病院透早澄清，这名妇人采检的时阵，并无需要住院治疗的状况。如果他当下已经有肺炎了或呼吸窘迫的状况，一定会，如果我们有病房，一定马上收治的这样子。如果没有病房，我们会尽快联络卫生局，帮他安排就是有可以住院的地方这样子。那天同仁有没有回报说他的目前那时候妇人来检查状况大概可能不方便说明对，病人的状况。我可以回答是当时病人是属于筛检，并没有其他的就是需要我刚提到符合住院的一个状况，所以他是属于筛检病人。卫生是提醒民众，即马几种或者变种的病毒侵袭力是真强，也是出现相关的症头，民众甲医生拢袂当代意。世界上有几个流行的病毒株都是比较严重的，英国、巴西、南非、印度，这个都是比较严重的那个变种病毒啊，侵犯性更强，致病率更高，甚至重症死亡率也更高啊。医生嘛特别提醒，这波已经对着有慢性病，还是老大人等等的高风险族群，更加是危险，要特别来注意。记者张志祥、陈立峰台北报道。来看国际新闻，美国疫情转好，纾困计划嘛阁继续扩大。拜登总统宣布讲，对7月中开始，6岁以下囡仔每一个人每个月发300块的美金，6岁到17岁发250块的美金。虽然有说讲好野人袂当领的条款，也毋过全美国有8成8囡仔是拢领有。But I also think we need to give ordinary families a break, a tax break, to help them with the cost of raising their kids. 拜登上台了，修改税务政策，今日塔上顶悬的好野人，年收入超过100万美金的家庭，资本利得税的并倍，所增加的税收有一部分用伫咧儿童福利。拜登宣布会对劳工加中产阶级送出儿童税务减免的利度，每一个6岁以下囡仔，税额减免会当提悬到3600美金；6岁到17岁囡仔增加至3000美金，而且唔免等到报税了才会摕到。7月15开始，这项会开就会按月发。
6岁以下囡仔，一个人1个月$300，换算台票8300；6岁到17岁$250，换算台票7000，而且无名额限制，只要个人年收入无到$75,000，或者是阿母一年收入无到$15万的家庭就资格领。In addition to helping Americans hard-pressed and working families, experts have told us this will cut child poverty in America in half. This tax cut sends a clear and powerful message to American working families with children. Help is here. 美国财政部估计，这项儿童津贴会有3900万的家庭摕到，等于是8成8儿童拢会当领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安尼施做会当让美国儿童的平均率降54%，相当是让500万的囡仔脱贫。这项福利是拜登伫咧年初1条9亿美金的经济刺激方案的一部分，实施期限是1年。严过有报道讲，拜登想要让这项措施变作永久的政策。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疫情正严重的印度，最近又搁做风台，已经有20来个人死亡，将近100个人失踪，嘛撤离20万的民众。因为风台所以部分所在必须要暂停注疫苗。另外，伫孟买外海嘛，因为大风大雨发生冰船的意外，有81个人失踪。热带气旋陶特风速超过130公里，而且大风大雨，自西部的古加特拉邦登陆，沿海地区做大水，已经疏散超过20万人，有4万丛树被挽起来，路拢未通，16500栋厝毁坏，2400个村失电，也有另外的死伤，是当地30年来上强的气旋。असं वादळ एवढ्या 1965 साली असं वादळ झालं होतं. आधीच करोनाचं संकट, त्याच्यात हे चक्रीवादळाचं संकट, या संकटातून 即马抑阁伫咧西部陆地山顶上的陶特，是伫17暗8点半左右伫咧古加特拉邦登陆，迄当阵风速1点钟155到165公里，瞬间的上大阵风185公里，真侪设施被损害。因为即马印度疫情阁正严重。18通报伫过去24点钟久新增加确诊超过26万例，4329人死亡。即马因为风灾，政府宣布暂停驻有风车。另外，伫孟买外海，一只载有超过200人的船，因为风影伤大，冰船81个人失踪。बहुत तगड़ा साइक्लोन था, तो देखो बार्ज रखना नहीं चाहिए था, तब पता है देखना चाहिए कि 250-300 आदमी है इधर फील्ड में कोई भी बार्ज नहीं खड़ा है। 印度海军讲，这只船是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迄当阵风影正大，掉伫咧海，命是冰船。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辑。印度疫情一直无法度受到控制，嘛产生蝴蝶效应。印度拍卡枪，全世界拢感冒。伫海运都有电子制造业、纺织业，甚至疫苗的生产，拢因为印度疫情恶化受到拖累。根据GSA 全球共享流感数据组织的数字，印度变种病毒已经入侵全球数十个国家，正是2020年10月头一摆发现，到今年3月才公布的印度双变种病毒株已经伫全球几个国家扩散。世卫组织 WHO 这礼拜正式将印度变种病毒由原本的使人关心提升到互人烦恼的层级，代表病毒传染性更加悬，也更加有危及生命。There is some available information to suggest increased transmissibility of B1617, and as such, we are classifying this as a variant of concern at the global level. 除了变种病毒株向外扩散之外，印度疫情也影响全球经济产业的正常运作，产生蝴蝶效应。首先就是疫苗的供应，印度的惠清研究所是全球上大的疫苗制造公司，当年供应全球包括流感疫苗在内超过60%的全球需求。Because today we are supplying to almost 170 countries more than 1.5 billion doses every year for last 3 years. And almost about 60-65% requirement of the global vaccines are being catered by Serum Institute. 印度也是全球上大的含药药生产国，以美国为例，90%的药单药物的每3粒药丸都有1粒伫印度生产。印度药厂70%的原物料拢来自中国，不过中国已经关掉甲印度之间的航空货运，也将连带影响全球的药物供给。此外，印度也是全球中原的主要能力来源，甲上大的纺织品、产配件出口国之一。
这波疫情爆发了后，工厂停工也连带影响到全球服装产业。专家估计，印度疫情退烧，唔但使得本国经济成长衰退，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体也将受到拖累，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公司新闻见关听编译。说来，咱帮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况哦。今仔新增加275例，本土病例有267例，其中台北市就有70例，艋舺有31例是上济，新北市有129例哦，中和就有26例，彰化县有28例。桃园市有16例，高雄市有8例，台中市是有5例，基隆市有4例，宜兰县有3例哦。台南市阁有新竹市，今仔拢增加2例。目前咱台湾计共是2533例，本土病例嘛已经超过1300例咯。所以要提醒观众朋友，今仔开始，咱全国拢提升做3级警戒，民众出门哦，就一定爱挂喙安。咱来看防疫期间哦，行到底拢爱实名制。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唐凤早起就公布一套简讯实名的系统哦，只要用手机扫店家的 QR code 发送简讯，5秒钟内底就使完成实名制的登记。唐凤是强调讲，简讯唔免钱，也只家己会吸收哦。嘛会先对中央的政府机关开始，嘛会来开放给民间的店家来使用。上面蓝色网址帮我点选进去，填姓名和电话。透过手机写个人资料，上无爱10秒到20秒，但是今日你店家进前，搁爱量体温、喷酒精，这是防疫期间的3项标准作业。唔知影要安怎用手机操作的人，搁爱摕笔写资料，唔过用的是同一支笔，需要消毒。这写出来的字敢有看有，嘛是一个考验。实验者要安怎做，该当更加有效率。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推出简讯实验系统。理论上5秒钟之内应该是会扫得到，然后如果扫到的话，应该会自动跳出简讯的程式，那只要按送出，那就完成了实联制的步骤。摕住手机先扫店家的 QR code， 按连结，搁发出信息，5秒钟可当完成。也是透过咱的指管家点实联制扫码，一步一步来。若是真正手机无翕相的功能，搁以拍简讯的方式写1922字，也搁有店家代码可会使。主要是真紧方便，而且唔免留个人的资料。电信业者也只会知道说，你几点几分传了一个简讯，然后简讯的内容是这样，只有这3栏，在28天之后，一定就会被那个电信商删除掉。唔但是民间的店家，公务机关、交通运输嘛会当用。交通部长王国才强调，高铁站中岛进前个会当开始用，代替国的客运嘛要陆续执行。总共12个站，前线在今天中午12点全部会完成，就会开始使用。那台铁总共有239个站，我们针对4个特等站，就是台北、台中、高雄、花莲，也是在今天中午12点。那其他235个站，在明天早上8点以前也全部都建置完毕哈。唐凤强调，简讯无需要收钱，只要扫 QR code 就会当，会优先为中央政府的机关来做，嘛会开放连接给民间的店家来使用，但是袂强迫大家拢爱安尼做。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行政院推出这套信息实联制系统哦，公部门嘛已经开放，会使申请使用。民间的店家伫下晡3点嘛开始开放申请哦。咱嘛来看这个信息实联制，观众朋友是要安怎来使用的？民众入去店家哦，看到店家的 QR code， 提出家己的手机来扫这个 QR code， 手机就会自动来进入信息发送的系统，用户就使把个人的资料直接送信息到1922，就完成实联制咯。若是民众的手机无镜头，嘛使使用一管家赖的口罩来发送，希望讲科技的应用会使来方便店家甲民众。再来看上北市这4天就有900多的本土病例，有真侪民众是真袂放心哦，拢走去大病院急诊室讲因要采检，互医护人员是真吃力。指挥中心是表示哦，会伫社区来设合适的体检站，目前嘛已经有300多位耳鼻喉科的医师哦，表示讲因愿意来到3天社区的体检。国内新冠肺炎社区大爆发，上北疫情警戒提升到第3级了后，4天来个案已经有959人全台拢心惊惊，有真侪人进入国医学中心急诊室要求快筛，急诊医护人员面临大量体检的压力。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会在社区成立体检站分流人潮，目前已经有320个。
鱼片后科医师关系参加。裁剪呢是用一根棉棒直接往你的鼻咽部去进去，但是难免会有一点点不舒服。那因为耳鼻喉科在整个的专科训练上是有这一方面的训练，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比较熟悉。医学会表示，耳鼻喉科医师拢受过真好的训练，平常时专门照顾呼吸道疾病患者，对采检有专业能力，加入社区体检，一定提高社区体检的准确性。真侪基层医师也拢愿意放下手边的工作，甚至停止家己诊所的运作，一个投入第一线体检工作。这个时间上，如果真的需要我们支援，当然我们也愿意放下诊所的工作来支援。台大病院新竹分院也传出，考虑决定未砍地里会安排气候医师支援防疫相关的作业。目前3院区防疫工作会看进行滚动式调整。疫情指挥中心也呼吁民众有症状则去采检，而且轻症患者应该到社区的体检站，让医学中心保有医疗量能。一年人客到大病院急诊室，反倒会造成医疗量能的紧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的代理小连续有2个人找无感染源的个案哦。台中市环保局今仔嘛针对确诊者徛街附近5公里来做消毒，有11区的清洁队做回来斗3工哦，学校跟车头买专门来消毒。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大规模演练，从其他各区调度清洁队集中包抄我们一个区域，做全面地毯性的整个大里区域的消毒工作。那我们不管大街小巷，我们都会深入来做消毒工作。今仔日台中市出动3台的无炮车，甲25台的消毒车，有将近40台的水雾机，针对2名确诊者徛街附近来做大消毒。台中市环保局嘛呼吁民众哦，家己会使来摕漂白水透薄50杯来清洁厝内做消毒。再看台北跳伞公司哦，嘛传出讲有员工为着病，是一名普通时会伫网架出力的人。这员工伫办公室是做清洁的工作，毋是市场内底第一线的屠宰人员哦。昨办公室甲台北市家禽批发市场嘛已经全面消毒了，市场今仔嘛停业，早起搁再消毒一遍。清洁人员摕消毒剂伫咧消毒。每一个所在，连壁面、壁架、路面，拢规个拢爱喷好胶，做好台北市家禽批发市场的环境清洁消毒。台北市疫情扩大，台北跳伞公司传讲有2工疑似确诊。对此，台北跳伞公司针对办公厅也个人数管理的台北市家禽批发市场做全场的消毒。另外，批发市场19也停业1工。有民众早起买来买鸡肉，煞买无。已经买习惯了，还是会来啦。因为我们都是在对面那里呀。多久来一次啊？想要买东西的时候就会来啊。他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少来一点吗？还是？我当然是会。台北跳伞公司证实，有一位住伫咧桃园的员工，普通时伫咧网架出入，13出现感冒的症状，就去病院采检，快筛是阳性。第16核酸检测也是阳性。因接到通报了，第一时间随进行消毒，也强调这位员工毋是市场第一线的屠宰人员，普通时伫咧办公室做清洁工作。甲这位员工有接触的这位同事，也要求爱自主健康管理。桃园卫生局呢，有昨天早上大概11点多的时候打电话来跟我们做疫调，比较不会接触到承销商或者是屠宰线，他们是做清洁的，所以比较接触的人大概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台北家禽批发市场一工屠宰量有6万吨，停业一工的量要哪补？对此，因讲已经协调新北市各家业者本身的库存经营是未受影响。一若市场恢复营业了，普通时有500万人出入。因讲现阶段无开放零售业者入去，减少群组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婚姻馆，昨晚有头一个本土病例，县政府公布讲，这个个案是住伫元众乡
蒋南川，伊伫5月12日接触着亚姐，到确定胃着病这段期间哦，并无甲其他人有接触。也毋过为着要互民众会使放心哦，规个砖头嘛大消毒，嘛呼吁讲大家出门着爱挂喙罨，是保护家己，嘛是保护别人。透早，公所的清洁队人员就伫咧云林县长的菜市啊街头巷尾进行消毒，因为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云林10月出现县内头一个本土病例。虽然县政府有公布病例活动行踪，而且这个确诊病例因为身体过阳真罕得出门，不过民众犹原是真惊吓。嘛，免交你看规个拢挂喙罨嘛，你讲哎，对无？这个云林一个啊，大家嘛惊。啊，没办法啊，住在这里啊，对不对？也是要生活啊。自己要注意一下就好了。县长向公所表示，针对这批疫情，公所伫10天前就伫乡内进行分配消毒。目前这期间消毒的工作犹原有照常去做。10月知影有本土病例了后，伫咧县长的中南村，公所也要加强街头巷尾消毒。在那个确诊者的周遭，周遭的那个环境，还有他可能啦我们是觉得可能他们的附近就是他们几条街。附近我们全部做了非常严密的一个消毒的一个工作。县长向公所表示，对5月初到即马，规个乡镇已经大消毒5解，就是希望民众放心。不过目前疫情遐严重，也呼吁民众较莫出门。若准备出门，一定爱挂喙罨、接洗手，保持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双北市有百货公司的业者最近就主动停业。真赞呢，双北市3间店18、有19个关起来2天哦。台北101百货公司今仔开始嘛休困3天。新港所3月等百货公司哦嘛拢来缩短营业的时间哦。佮有环球购物中心、全台湾6间店的餐厅、佮有商店，拢袂使伫内底食物件。双北的疫情继续紧张，为了要避免民众关注，百货业者也自主做调整。征战双北3间店，也个环球购物中心、邦桥车站店，10月19停业2天做消毒。台北的地标101百货商场也宣布19到20日自主休馆3天。我们现在是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避免人潮人流的群聚。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顾客以及员工以及我们承包商的健康与安全，所以我们决定于5月19号到5月21号会休馆3天。除了自主休馆以外，全台湾的百货业者拢调整营业时间，一直到28。ATD 的信义甲桃园店、远东百货全台湾8间店、威风百货也有星光三月全台湾15间店，营业时间调整至12点到暗时8点。另外，环球购物中心全台湾6间店，包括南港车站、南口的 A9 站等店，全部拢暂停伫咧店内食，只敢提供外炸甲外送的服务。人潮就明显减少，对。我买马上回家，不然都没办法了。季节封城了，还拖拉拉的。在防疫期间，真侪民众拢用外在，或者一日厝外食，也搁开放伫店内食的百货商场也讲，会彻底配合防疫措施。另外，星光三月也讲，甲台湾大车队也搁250间餐饮业者启动外送服务，自20开始，全台湾同步实施，提供更加多元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停课，也毋过无停止学习哦，改用线上的教学。针对一寡偏向弱势学生啊、无设备的学生，高雄市的教育局无请学校来统计，会直接甲平板送到学校，提供学生啊来使用哦。另外，若是厝内无网络，还是平宽无够，还是讲家长无法度伫厝内底来照顾，学校嘛开放电脑教室，学生啊会使来学校使用。停课伫咧厝里的学生用平板伫咧听课，教育部宣布，为19开始，各级学校停课，改用线顶教学。老师透过电脑视讯，教学生教数学的课程。应该说比较方便。下一堂是英文课，现在还不确定要怎么上。为着避免线顶上课去影响到偏乡或者是弱势学生的受教权，高雄市教育局请学校统计有需要设备的人数。19透早，甲一台的平板装去货车顶悬。准备要送去学校，和有需要的学生。预计配送的平板数是3282部。好，那今天预计出动的车次会有三部的车次。那我们发现最远呢会送到那马夏。会上的头一站是去到联雅国中，因申请200台平板。另外有学生的厝里无网络，或者是平宽无够，学校嘛开放电脑教室，和学生来上课。学校还是有开放电脑教室，让这些没有
这些网络教学设备的孩子，对于他的学习不会间断。另外，像林园区的金潭国小，虽然学生拢有网络相关的设备，不过学校讲也是会注意学生学习的情形，而且提供协助。学校所有的老师跟行政人员都有到校上班，所以我们每天老师都会跟小朋友确认汇报相关的状况。线顶到校的头一天，学校内底是空啰嗦无半人，学生甲老师还佫伫咧适应新的上课方式，希望疫情会当赶紧找落来，互因会当量早恢复正常的教学。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昨宣布，全台湾所有学校拢停课，有一寡囡仔因为家长爱上班，无法度照顾，只好继续去学校上课。亲像是花莲的西林国小哦，全校70个学生，只有2个同学是伫厝里来线上上课，嘛因为网络无介好，因拢真伤脑筋。在里面上课。教育部宣布全台湾学校停课，花莲西林国小今仔日有9成以上的学生，因为需要安置，所以倒来学校上课。因为这个家长真侪咧外县市上班，或者是囡仔甲阿公阿嬷大无法度陪囡仔读册。家里没有人顾我也没有手机，来学校上课有同学可以陪。那我们现在全校呢有67位小朋友，那67位小朋友呢早上一来有一个是有一点发烧，那我们就请他就回家。另外2位呢，因为爸爸妈妈刚好有排假，他们就在家里自学。学校强调讲，西林村因为地点较偏僻，家长大部分拢伫咧外县市上班。学校照教育部的规定，会继续来照顾这个囡仔。不过上课的时阵，学生都爱分散伫咧无同的教室，老师用线顶的教学教学生上课，效果不好。因为家里面像我们如果是1岭的话，很上面，它其实手机的讯号也不好，所以他们看到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就是断断续续的画面。花莲县拢总有124间学校，县府强调讲，若是家长无法度照顾，学校就要负责甲这个囡仔教学、照顾，还佫有供餐。也若线顶教学目前设备是拢已经有够，若是拄到网络的频宽不足，会当去教育处的网站下载相关的课程。记者综合报道。学校会停课到5月28哦，也毋过这几天使用线上课程的人上过侪，北台定定塞车无介顺。教育部嘛停用公司3台，对今仔开始连续8日咯，每天下晡1点半到4点半会播送适合各中小学生啊看的节目。突然打扰，真是抱歉，我是个女人。老师请学生照顺序伫咧线顶念课文，做落来提醒爱交的作业。全国的学生拢停课，采用线顶教学，配合防疫远距离上课。老师是拢真拍拼。在前10到15分钟，老师会讲解重要概念，进行教学说明。然后10到15分钟，可能就会让学生做自主学习跟练习。那后面的10到15分钟，老师会再进一步做学习的澄清。高是高中、国中、甲国校啊，都有400万的学生，毋但年级有前差，教学的资源嘛无共款，学校都要有更较侪有春秋的做法。以台北市做例，去年都有宣传相关的配套，即嘛免全部的课程拢采用直播教学。因为他们也担心学生整天都盯在电脑上面，这个专注度老师是没有办法掌控嘛，再加上眼睛。台北市停课的第2天，台北区客运就无搁塞车，有高中的老师1分外的时间都有顺利入去到网站啊。也若其他公部门的教育平台，今仔日嘛拢正常运作。考虑到线顶学习的管道资源爱搁较多元，嘛互学生较方便学习。教育部为19开始，连续8天停用公司3台，下晡1点半到4点半的时段，会放送予国中也有国校的学生看的非学科的课程。4个领域比较没有涉及每个学校版本不同的问题，那么老师透过线上教学之余，也可以来搭配看我们的节目。教育部表示，提供电视教学节目，互其他的学习会当更较多元。这个内容嘛，因为是教育部有认定的补充教材，嘛请县市政府伫咧认定的时阵，爱较有春秋，以学习的效果来做考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内研发会使对抗新冠肺炎的汉药清冠1号，去年伫欧美国家就销了真好，也毋过因为清冠1号还未通过咱台湾的新药啊审查哦，所以虽然是咱家己开发的，也毋过家己人却拢无通用。卫生福利部已经宣布讲通过紧急授权，目前嘛已经有2间药厂来申请制作许可，上紧这礼拜就当摕到临时的药品许可证咯。也毋过嘛是要呼吁民众哦，虽然是汉方，也毋过有特别的配方甲剂量，民众毋通家己去配药啊来照。
甲济济旱药全部排出来。有牛仔叶、甲草青、草等等10种药材，合起来旱药药方千元1盒。去年国际疫情当严重的时阵，成功外销去欧美国家。为去年10月到今年3月，都销卖3000万的营收。不过台湾因为新的药啊审查真严格，嘛要真侪时间，到今一直无法度摕到药品的许可证。不过即卖因为疫情严重，卫福部讲会同意紧急授权。因国内疫情的需要，国内也有2家药厂申请专案制造许可，1家厂商给予专案许可执照。药厂收到我们的许可证之后呢，应该很快就会提供给这个医疗院所，那么开立。目前国内有8间 GMP 的药厂，有1000元1盒外销的许可，其中2间有申请，上紧1礼拜就会当摕到临时的许可证。中医师讲，1000元1盒的配方拢是合法的汉药材，经过3种甲中间等等的病院做临床试验，证实对新冠肺炎是有治疗的效果。不过，这个药方并不是保健食品，是用来治疗新冠肺炎的药啊。它绝对是治疗用的用药，而且这是在台湾许可的，叫做限中医师使用，还没有正药就先有假药嘛。那个假药有的假的非常离谱啊，里面还有毒药啊。国外的朋友都跟我们当时要求这个药也是一样，那个医生，所以这个是医生处方，不是保健用药。中医师强调讲，1000元1盒这个药方是爱医师开药单才会用的，民众袂当家己去汉药房摕，嘛建议民众药啊唔通乌白食，若拍歹身体，或者是去食着仿的药啊是颠倒害。因若是业者无许可证，佮偷偷卖，嘛有可能会违反药事法。呼吁各界都要遵守法律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顶礼拜民众抢买菜色，计销都有起哦。也毋过一礼拜，因为学校停课，营养午餐嘛无供应咯。上青洞的菜色佮果子无路通销。今仔台北农产卫销公司的菜色平均的计销是1.5%。农委会是表示会来倒销到其他通路，稳定市场的计销。超过10台载高丽菜货车，离台北农产卫销公司外口排队，等待入场来落货。敢讲是蔬菜交货量伤过济，造成排队排遮尔长咧。货车驾驶强调，这是高山的高丽菜，明仔载才要拍卖。我是宜兰。宜兰哦，啊，你是已经等多久了？没有等很久。其实会知影北农蔬菜交货量比前一天减少468吨，10公斤22块4，比前一天大15%。菜贩表示，高丽菜计销比顶礼拜民众抢买时阵落正明显。高丽菜礼拜6、礼拜天那2天的话，一斤冲破35块，这2天回跌到30、25左右。那跌蛮多的呢。对啊。蔬菜计销敢有可能继续搁落咧？受到全国学校停课，营养午餐停止供应，其中卖堪咧坑的叶菜类失去原来的通路，那进入市场恐惊互计销落去。对此，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会有应应。我们已经媒合所有提供学校午餐的这些农民跟我们的合作社，到其他的通路，包括一些超市、电商平台。蔬菜计销淡薄仔落，猪肉计销是淡薄仔升。农委会强调，肉品市场的供货甲交货状况拢正稳定。短期上看起来是有约略的增加，那猪价的价格也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以昨天的收盘价格大概是78块左右。疫情期间，农委会盘点比即卖是有够供应国内18个月所需要。农特水产品拢是充足的，民众无需要抢买。有关蔬菜，北农是对地方农会发出公告，目前市况无好，且农民爱想清楚才出货。记者王德心台北报道。前一阵哦，高丽菜高丽菜长个大出，惊讲迄阵啊计销无介好，所以屏东的九如农会哦，就向在地农场买2000粒的高丽菜，送予当地各中各小哦，互遐囡仔会使食到故乡土地种出来高丽菜的滋味。一粒一粒的高丽菜对车顶搬落来，九如农会向在地农场买2000粒的有机高丽菜，送予九如乡内的各中和各小。让学生吃到家乡出产的农产品，这是我们食农教育整个乡产销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在最基层的农业单位也愿意站出来协助，让这个食农更加有意义。高丽菜计销伫今年1月初时，佮预期伫每公斤25块到30块，到1月中旬，佮捌起到35块左右。毋过刷落来煞是一路半，到1月底1公斤干那15块。2月佮继续跋到剩无10块，甚至2月份到4月份，拢维持伫5块6块的价计销，
一直到4月中旬，才慢慢恢复到10块。即马高丽菜当大出，恐惊阁会有败市的问题。九如农会买高丽菜，也是为着减轻农民的压力。让这些孩子能够体会到说有机食农的发展，然后让孩子也知道说，感恩。全校的老师跟同学是用感恩的心哈，一方面农作物真的也是很辛苦，那刚好这是高丽菜应该是盛产，所以滞销。高丽菜也通煮做真调味的料理。老师和学生通一人抱一粒高丽菜返去厝，料想因下暗的饭桌顶一定真澎湃。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美国攻击亚洲的事件直接发生。美国国会众议院昨通过打击反亚洲的修宪法案未来会来设犯罪调查的专任职务，建立无共语言的通报系统，嘛来加强各部门的执法追踪。我个是认为，美国总统拜登应该真紧就会签字咯。未来亲像前几天伫加州发生的反亚的修宪示威行动，会愈来愈少。美国众议院18以364票赞成、62票反对，通过打击反亚的修宪犯罪法案，说来去会送总统拜登签字生效。因为拜登表态支持这法案，有了伊会真紧就签署。这法案由夏威夷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贡献庆祝，甲纽约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明朝文起草4月伫参议期已经通过。Asian Americans are tired of living in fear and being frightened about their kids or elderly parents going outside. Congress is taking action. Asian Americans have been screaming out for help. And the House and Senate and President Biden have clearly heard our pleas. 美国自去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了后，前总统川普几啊摆用中国病毒，或者是以中国功夫号名功夫流感，将疫情起源归伫中国。美国国内反亚的修宪犯罪愈来愈多。We're not a virus. We're not the one that started this pandemic. 这个法案会指派修宪亚的犯罪专员赶紧调查，建立有真一种以前的报案电话甲犯罪资料库，佮加强地方执法机构的培训。根据密西根大学最近一份调查报告，美国对亚的刻板印象因为新冠病毒疫情浮出台面，政客污名化言论，互对亚的敌意加深。这研究去年以4337个新冠病毒甲反亚的新闻报道做调查，显示。伫内底牵涉1013件修宪亚的事件，其中66%牵涉对个人或者是团体骚扰甲故意伤害，33%牵涉污名化、歧视言论等。骚扰事件当中，65%是女性，华裔受害者占58%。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再来看西班牙位伫北非摩洛哥边境的海外驻地的都市小岛最近来几啊千名非洲的偷渡客。也毋过，为伫边境的摩洛哥的军方佮警方拢无通报，嘛无要阻止。西班牙是批评讲，这是摩洛哥故意的报复，互西班牙甲摩洛哥对4月份以来恶化的外交关系是愈紧张。17月仔开始，侪非洲的偷渡者为摩洛哥一直去北平西班牙海外属地游达，有的早收水库啊收过，有的是趁考留的时阵行过，而且爬过围墙。2天的时间，累积8000多人，包括2000个未成年的人。摩洛哥边境的军警，毋但是无通报，嘛无甲阻挡，甚至有在遮的偷渡者入境，互西班牙当局是真生气，紧去部署装甲车甲军警，用烟雾弹、警棍等等的工具来阻挡，袂互遮的偷渡者上岸走入来。西班牙总理桑切斯甲外交部长去休达视察，甲摩洛哥讲明讲，因是拒绝偷渡者大量入境。除了无爸母伫婚事边未成年的人以外，目前已经遣返4000人。ملي شدوا الديوانه صافي ما بقالنا فين نشوف تطوان يعني ما عندناش شي بديل من غير 休达甲附近的麦里亚，伫非洲大陆的西北边，直布陀罗海峡东南边，边境去摩洛哥包围，是西班牙唯一保留到达北非的领地，也是欧边甲非洲唯一一个土地边境。下境贸定党的贸易，甲渔港的经济伫遐是真兴，这也是偷渡欧边真重要的管道。疫情封锁年外以来，摩洛哥衰退是真严重，无法度去休达做工课的劳工陷入困境。休达的居民嘛要求爱开放。Que abran ya la frontera y que vamos a volver como éramos antes. Ellos comen con nosotros, nosotros comemos con ellos. ¿Entiendes? Y ojalá que abran ya la frontera y que se quite todo esto. 过去摩洛哥遵守对欧盟西班牙的承诺，休达甲麦里亚的偷渡问题并无严重，
不过今年4月份，西班牙秘密收治为着新冠肺炎的西撒哈拉叛军领袖加里。摩洛哥指控西班牙政府介入摩洛哥的内政，两国的关系是愈来愈歹。这个偷渡者的问题，西班牙是看作摩洛哥报复的行动。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来看美国东部最近有正难得的自然奇观哦，藏伫土骹17栋的洲际山，准备要出来交配，数量哦有将近11只，遮尔多，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这只船目睭红叽叽大大水，对树架慢慢啊爬，爬不去伫树仔顶。美国东部今年热天真无共款，因为伫土骹的洲际船准备要对土骹两踹，所以来几礼拜，美国东部15个州，自乔治亚、纽约到印第安纳州，拢会人看到。This is just a spectacular event. I mean, there's nothing else like this on the entire planet Earth, even in the entire universe. This is the only place anywhere that we have 13 and 17-year cicadas emerging by the billions, if not trillions. 群众学家心情真嗨，因为这款船的生命周期是13到17吨，想要看到无简单。顶一遍美国东部出现大量的船是2004年，迄当阵 FB 对只兴起，伫飞行手机还阁无流行。这个红目睭的船伫咧土骹慢慢的成长，经过17吨了才两踹，这嘛正拄好是因大出的时阵。Oh yeah, there they are. Hey teenagers, how you doing? 这种洲际船上大只会当大到3.8公分长，无攻击性，你就唔免担心。不过为什么这边就出现11只？是因为因采取捕食者巴氏效应的生存策略。They're going to emerge in such massive numbers synchronously. They'll fill the belly of every predator that wants to eat them, and there'll still be enough left over to perpetuate their species. Boom. 这种船对土骹两踹脱壳了，差不多可以当活3礼拜。因会伫这段期间尽量交配，尽量拖，然后就会死去。一只母的船会伫洲际内生400粒到600粒卵，通孵出了后，就会搁软入去土骹内面，受球菌的影响，一直到17吨了，也就是2038年，再搁两踹继续拖后一代。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前一阵哦，韩国有民众去市场买鱼仔，伫咧杀鱼仔的时阵哦，所发现讲鱼仔的腹肚底有一个塑胶管仔哦，而且这嘛已经毋是第一届咯，这嘛代表海洋受到污染的情况真正是真激烈。因为根据统计哦，韩国每一吨大约拢会使清出15万吨的海洋垃圾。几礼拜前，伫波波市的红东火甲表，伫当地市场买一条鱼仔，所伫准备料理要将鱼仔切开的时阵，惊一条。When we cut open the fish, the stench was overwhelming. The intestines were sucked into the plastic bottle, and they're all rotten and melted. I've heard about the seriousness of plastic pollution, but seeing it on my dinner table made me more aware of the issue. 这已经毋是第一摆，因买海鲜的时阵，拄着内底藏粪扫。My mother-in-law tried to cook monkfish for me before, but when she cut open the fish, we found a ramen packet inside. 为了解塑胶粪扫伤害海洋生态的程度，日人记者坐过粪扫的船，对工作人员看详细。Now I'm standing on the deck of one of 4 ships in Busan that manages the ocean cleanup. They sail out to sea every single day to pick up trash from the ocean or to clean up oil spills. Now the captain says that this ship alone picks up to 300 tons of trash every single year. 根据统计，韩国每年差不多清出15万吨的海洋垃圾，也就是讲，无到1分钟，海上就会出现一件漂流垃圾。Today was just a normal day. And on days like this, we collect roughly 1 or 2 tons of trash. During monsoon or typhoon season, we sail out 10 times a day to collect trash. I often find dead fish or birds caught up in the waste. 环保人士表示，垃圾冲击环境不只对海洋生物，也对人类有危害。Fish or other marine life will absorb microplastics and the chemical compounds will build up in their bodies. This will inevitably reach us humans, the apex predators. 各国政府拢咧想办法解决海洋污染问题。对个人来讲，上好的方法就是尽量做好资源回收，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公司新闻因浩如编译。
来看今仔日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佮有马祖会落淡薄仔雨，其他的地区拢是侪云好天哦。过头了后，北部佮有东北部地区，佮有山区，卖落一寡雷公雨，雨有可能会较大。明仔载台湾各地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嘛会真热哦。甲咱东部地区有可能会落雨。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